都係古早阿爸留下來嘅言呢，對香港種乜嘅東西對土地嘅保護會更好。全世界啲人台灣長有呢個奧藥，佢可以種啲呢個有機嘅環境地方長有屬性。我希望講呢個奧藥定係了特別來做一個開始一個點吼，從呢個奇異果作為代表呢，紐西蘭的水果，我們希望講阿姨呢做得來代表我們台灣的水果，能夠呢名揚全世界。以前阿公那個咁嘅元順風啊，都種一排金針嘛。有一擺我朋友啊，那通係送嚟兩料啊，一送嚟講看到個金針講，哎呦，因為個金針啱講到兩隻蔬菜上係愛吃嘅蔬菜，愛生發嘅蔬菜。阿媽希望大家來到兩看係金針花，做得看到長嘅金，大家會歡喜啊，會快樂嘅。养着条从前，春风过去，强娘多，后妹爱哭，谷一天。日下小满，雨下仙，梦中泪已风素年。西瓜清甜，梦里梦，太初本年，苦渐渐。秋处处甜归燕，年年迎团圆。日东小雪18年，四季轮回又一年。各位合作好面些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明珠。秋名很多北沙角嘅用地，係後山地度非常有特色嘅小鎮。呢度位嘅山有水仙、農特產品，多元又有經濟效益咯。其中良心嘅愛藥係熱天時節最好嘅比喻。寒假插高山檔高高大大嘅體型，抽出來多年悠長嘅景緻。韓卡係台灣三大競爭產品之一咯。目的呢，你下就聽嘅民族叫下來利用你，嚟呢有一場身心靈都有嘅美食饗宴，嚟呢。用地地花東山脈平陽蛋糕，東西兩片本海岸山脈、老中央山脈為頂。地度嘅小古浪海，老家嘅茶海床高，有把山把水發發嘅景緻。茶口山檔300公頃暗發嘅競爭園區，當年熱天到秋初，滿山望藍藍嘅花海，田田豐饒，老山落地度嘅農沙相互輝映，本然有啲水色田園風光嘅感覺哦。大哥，哎，你好。你好。哦，第一張到了呀，熱的呢，熱的到了。茶口山蛋糕很正哦。錯啊。當種仙境用嘅呢。錯啊，第二個兩葵花是世界有名嘅。仙境當種都甜筒用嘅。錯。來鎮陽太高，菜地客家人，是老記講起金針花，仲係做得本記講唔開實。佢唔單止係細時節老阿公阿婆嘅記憶連結，還加係長年時期做條路做到唔順細時節嘅夢。按你嘅成班人數，對太公來講，唔單止係細幸福，還加實現你一隻大夢想哦。太公呀，7點8點呀，很多嘅雜哦。哎呀，你一隻滾熱的呀。唔知啲冇同血困呢，冇血困呢。可是要按油按煙呢。錯。所以一定要全副武裝這樣。錯，唔會洗手。哇，做得加來插口山檔咧。做得，千多年愛喲。真嘅哦。
你来到山当幾久誒？哦，我來到山當30多年了。 30年呢？你一聽當地啊，插口山當嘅啊，唱嘅頭擺係安尼嗎？跳過唔係啊，跳過七個山繞來都係跳過七個嘅。哼。係七個樹，七個樹了吼，七個樹都本日本時代都站不潮咧。古時年代很多插口山就會以一種插口樹啊呢。七個嘅。是。後來將改在種金針。古時候亞嘅天時來到花蓮嘅所在，最強嘅風景就係亞嘅。錯。一般嚟講，說到8、9月咧，先開始有啲花。嘿，所以亞嘅金針花吼，我用看見就像大部分花共樣。所以大部分花基啲本身都係嗰種嘅品種。哦，真的。而且亞係咪本州當到種冇共樣嘅品種？有。新葉咧就會很多熱帶品種。哦。新葉是可以開花。熱帶品種它具有嗰種嘅很多太陽嘅，啊，又有北偏嘅。係啊，有太陽嘅有北偏嘅。北偏嘅。那這個咧，這個算什麼？啊，啲係台灣原生種。哇！原生種都是嗰種是台灣亞地方長油，啊，將收集起來哈，但種了幾片呢。古時要東口貴了。可是啊，一朵花，你看全部已經開到按鬧誒，我用個山用咁做嘅摘。開個都冇用咧，所以講你摘花嘅人吼，佢一天來做摘到鐵咯，啊，當初條也冇買事，冇買油嘢困，真嘅，行嘢都會摘。唔過也應該咩老摘茶共用，你係應該咩越來越人口老化，越來越少人做運用嘅儲工嘅冇錯。插口山係啲900公尺高嘅所在。早晨頭蒙沙岩帶來水氣，20頭日光充足。老虎里60石山、太麻里金針山係台灣東部最主要嘅十大山區。當年8月到10月，在地農民就當日金針山造嘅情形，無限地來數算。種兩樣嘅都係基本嘅花。櫻葉花啊，啲都冬葉花，冬葉花吼，基本冇摘，啊，天開都開花咧，種兩開花樣。你啲摘吼，啲木料，樹枝對木料好用啊，佢拗下去，拗下去樣樣。可是兩個冬葉花是看它的長度跟顏色嗎？看佢顏色。哦，看佢色係嘛？係顏色，種兩咩黑啊？就會暗黃嘅，就會當日花嘅啦，吼。要按落去嘅，唔是拗下去，薑啊爽都好。薑啊爽，真的耶！薑啊爽都做得。我發現呢，來家扎下椰子姐，好脆哦。我不用使什麼力氣就切好了耶。可是我買嘅，我看有的會長長嘅。長長其實很多馬來西亞品種，唔係台灣品種。沒。原來是這樣。那個是進口的台灣風種嘅，佢種到的山下風。山下嘅熱帶嘛，熱帶從4月開始摘，對，4月開始摘到6月，對，係摘6月，佢嘅農摘強嘅，佢咧搶啲人太累，佢冇摘，農摘。為什麼？因為佢市場哎呀，炒菜也都用，所以用啲細類嘅。咁人要做乜唔摘細類嘅？佢推嚟佢摘起來都還有蟲啊，蟲量還有。了解，古時候呢要都後面上來最大嘅時節咧，對不對？咩開有分量這樣。可是種嘢啊嘅吼，會種嘅其他樹種佢冇，我幾多年過後就冇辦法打發。佢啲是從原生嘅，只要你嗰個錯啊，種唔到俾佢長咩，咩到佢嘅唔定佢唔會跳起啊，唔會跳起啲金針就叫做花皮。嗰個屁講要比跳起嘅花，叫做見生哦。錯。見生，安奈哦！啊，佢嘅花冇摘鐵嗬，冇摘鐵叫做跌鐵添啊！啊，漸條唔會發鐵，唔會發鐵。迄講真嘅樣，已經農忙的時候啊，一年要摘幾斤啊？一年咯，要摘一年嗬，一年差唔多100-200斤。100-200斤？係啊。家下夫唔摘嚟，家見老大嘴骨，就對安度嘅天天，嘅家來聽說摘一下，希望會發天公你就。開花春到翕相嘅功能錯。金針花有很多仙草、夢遊花，也係1年百貨。一個品種當多，除了花漿做得看漿以外，係釋花類用到氰化嘅經濟作物，規條嘅都有加利用價值。韓家台灣嘅金針花種係對華南引進。
广州是本地族，好生长的天时好输送嘅山档，适应环境嘅能力当强。因为金针花开需要1日嘅时间，日头落山过后就车脱咧，故所要把握时间来摘。寒假1日花、6日花、3日花，就代表有无共样嘅做法留意思哦。花做得摘下来，直接用做青菜料理，冇做羊皮配酒保存过来利用。刚好呢，听见泰国后去嘅金针花园，色彩很香哦。佢讲呢，在哪里？老年好做料理，你要教我做嘛？该好呢？啊，我哋都教你炒金針，哦，我来用炒诶，嘿好。家里下做得直接炒哦，要神通過，我先滾水通過，因為呢個金針比較冷，哦，冷帶嘅，这个是技巧咯，吼。嘿我按用煮锅，这样唔会人心脏会出炭的。那洗澡嘅都唔會啦，哦，洗澡的就完全唔会耶，咩唔是通叫啦，有两个就好诶。嘿，但它现到虽然都会煮，唔过食冇边呢，就用当柠檬色咯。先講先吼，嗯你啊用你啊，你火都做得關體咧，好，你啊金針就分清多種哦，有平地嘅，吼平地嘅，你要平地過山的咩嘅，安尼你愛過山嘅嗯，哼嘿，過山嘅較脆較好食，哦，安尼你啊開火，好，吼，火不給木頭不給辣。嗯，啊，你炒了金針，因為也送誒，所以一天我建議用炒用了麻油，哦，麻油佢較炒較熱，哦較唔會燙辣。对对对，嘿，啊你啊，你都不用牛，料，天来啪啪啊，你白啊，唔會香。嗯哼，那里啪香，嘿，白香，呀，出菜是很家常的吗？嘿啊，在山上有大家很家常的菜嘿炒呢。嘿，哎過來講麻絲，吼，就是睇下你切的好，白香來。嗯哼。我我注意嘛，你要搞矮哦，哦，莫啱啱被做下去哦。嘿，你看，哦，给剖干哈，它会在油锅里面又够挥发一把耶。你看很香很香嘿差不哦多。阮这位负责困难的。这骨唔是挨刀讲啊！我注意嘛，你要搞矮哦，哦。莫啱啱被做下去哦。唔會啦，民族真聰明，講下來就做用金針的，係冇？用落來炒。炒金針，家下有嘛該注意嘅冇？畢竟它還是花啊。注意嘛該鋪粉嘛。這清簡單啦，我是家都曉啦。是。啊，你還有個蔥的啊，哦。蔥的好，用用到到這樣鹽巴。啊，一般啊，較冇用面酥啦。啊，你個用了，你也是看來這角位。色，哇！清簡單，嗰時候按用做啊，下魚蛋嗌食家就唔是講幾位聽人嘅嗬，唔會。要湯膏要老麻要炒嘅，對不對？炒，嘿。很香哦。哎呦，就按用都做得咧。當簡單，當家數，應該大家都炒嘅會嗬。好嚟。清簡單啦。掙扎下來嘅金針炒肉絲，介紹辣椒嘅炒豆酥，就做得了起來。食材簡單，但係食香味都古味道。金針花嘅滋養價值高，有當道嘅卵白質、老鐵質，唔過新鮮，料理方式當道用，煮、炒、泡，也係做冷盤都好哦。就做了要按醬嘅法，你要來邊嘛嘅料理你要咧？泡金針花。哦，用泡的哦嘿，大概兩眼毛色色高誒。哦，你還沒做得泡啦。先燜泡粉係冇炒，好你都來個按。哇，也跟老闆真件食唔到，平地食唔到嗬。炒噶，我落到了產地炒，嘿，你看，哦，誒，佢泡噶哈，它會在油鍋裡面又夠開發一把誒。炒噶，嘿，你看很按醬，香嘿，炒哦，可以了按醬，佢都油鍋地都俾開發誒。安尼泡噶幾對嘅哈。好，泡下嘅油溫都要注意咧。該火做唔得強太，嗯火強太一下你要發芒熟都冇提起咧，哼，嘿，哦，泡起來都唔會醬。是，
太子从你来到山蛋糕几多年了呀？哦，还30歲都上來咧， 30歲就從來， 30呀，可以人來咩冇幾多歲啊？老咧。幾樣事上來間下山蛋糕，間唔從也係按老年。大家都攏摘金針，嗯哼，嘿，做金針賣，無像你遐都做觀光咧，哦，賺錢呢？嘿，做你遐賺嘢，你遐工人咩無按好請，唔免搶甲班啊，但攏搶10個個同生意咧，生意忙讀書，生意忙開好都係生意咧咯。你遐人較唔會按做咧，較無按做嘿，誒，較無按做咧。嘿不過太子，你會發現到，迄到山蛋糕，當你看到發心情係咪同好？哦像我看你心情就當到當你都同好用係誒。啊，來到遐都係無壓力呀，無壓力啦，山蛋糕嘅成法，誒老平天有無共用哦。臭味。古時候也嘅鹽度，而家附近兩個照顧中下部分咩係你嚟做？係啊，我背就會顧做下就會做。哇！古時候係講真嘅，太快嘅時間，怕人客動都無限啦。嘿，做得出嚟都係用金針法嘅全餐哦。有啊，做得啦，金針風味餐，嗯哼，嘿，做得破，做得做涼拌、煮湯，先到食法啦。都做得。嘿嘿嘿，做。哇，很香哦！好嘞。哇，你看，真嘅很香哦！你看，婆哥哥還有一點像是乾燥花的標本一樣，很香哦。也給我唔判定食咯。唔會啦，色體安尼怎個破？我不會都黑暗的。係啊。好哦。金針聽出來摘下來嘅葉讓皮煮，也係加工處理。係講讀到落葉無就無配酒，就當為香菇也係酸花。生下來了出金針湯，係愛當壽司嘅家常味。起鍋之前，個冰袋嘅金針，略略嘅煮1分鐘，就做得食到佢清爽嘅脆土老口感咧。呢個太子今日做都按用貴太片嘅網友金針花海裡面的品嘗金針花太層，實在係當幸福嘅一件事情呢。係啊係啊，兩個嗰種嘅花開噶，動腦噶，是。我睇下你哋用做下佢品嘗啲金針嘅太層。係啊。好啊，沒問題就夾夾來食好嗎？我們現在吃用炒的。剛剛太子講有些通過，又講係炒麻油吼，哎呦，就唔是講講叫我人呀嘛嘅。哇，那個金針真勁動車耶！這都是那時嘅，我行完有下滾啊！而且頂度啊，包的那呀法包底度，泰國家講到。咩有在裡面，底都很正經，有一些的眼咩那種甜呢。錯噶，又加菜又加甜啊呢。冇唔錯噶。感覺菜圖真嘅有被我很驚豔，因為剛炸下來法包，香港發就這麼脆弱，很柔弱，哎，冇想到急忙打發的時間，竟然係按菜耶。錯。真的很棒，又這樣用起起的炒，特別甜。係啊。炸下來兩個呢，你看，剛剛都油墨底度，它又在開花了，也還用泡哎。係泡了迄開嘅哦，開嘅，沖啲用順便啲開嘅法。係。阮這位負責困難呢。食過唔是挨倒講啊！我屬於香，啊唔過我講嘅金針啊，底度還有水分到了。而且佢講，人最面會有一些甜甜的，像我未食過其他，比如話講泡茶米葉啊，泡其他葉嘅，只有泡花漿有底度會有甜，因為叫花蜜，花粉到底度安尼。呢啲花吼，除非來到啲山檔吼，是，咁就按啲就花好些。你試啲金針花都會厲害。把舊嘢咧來當煮會到，韓式來磨。產地限定。一定要來到亞洲味嘅，這樣食得到嘅。生下來兩個係乜嘅？金針湯。豬腳湯哦，很補哦。係啊。可是我發現呢，那個湯因為還真的是琥珀色呢。係啊。金黃色呢。你啊，你煮嘅你啊金針攏係無硫黃嘅，像甲擺嘅金針攏就分個硫黃。是。較紅色。你看，兩個配照過嘅那個金針，你看佢係呢。行係叫用按醬，嚟試試看啦。哎哦，你係最脆嘅呢，非常嘅脆。你喺逛嘅地方係最脆嘅蔬菜，越來越多也嘅
花瓣都要头前接的时间，它会越来越软嫩了呢。你要金针嘛，样板要用迄种凿的，因为你要摘起来甲两动态啊，一天要用凿的，这样做的做保存。但是老头摆做法无穷用无穷用就无穷用，头个要金竹的，金竹的是要保存个金针个一个石土，石土要保存。啊，裂开个唔是，裂开就摘下来都马上都配得伊的。是，嘿，我上家都会说时间。遐金针花，包括其像红车以外，甜土、青土啊，含甲个口感都含保留的呢。农民将金针花嘅长土来分片做得装模，颜色嘅其实系蛮开嘅花。摘下来嘅金针系讲开嘅就做唔得色，而羊皮通过也系配皂，冇用头摆加添硫化物嘅方式。唔但将安心无痛，还可做得保有金针嘅滋养价值、老水分。适当将调理过后，口感甜脆，味丝当好哦。我天摆来到茶口山档呢，真见我本人吃到个，就像那个金针花嘅花语腔样，我本人家甜饼特受力啊呢。不过睇过，30年前来家下，可能老爷都冇腔样哦。系啊，之前来。来到量，因身体不舒服，好得的，你山当就给人啦。但係一家都按好，真嘅。哎，他人这带太多都按好，刚开始忙油布咩，是，总唔会讲上下下，啊，就说了有一件嘅农民嘅阿哥，啊，佢都讲，从个量带多了呀，啊，就上好啊，所以带。带到1年的嘛，1年同间呢，看送东西送的不来行。要真经迄对种下长甘肃的东安哟，虽然讲唔咩亲戚，不过比亲戚还较哪位情感。比太个情感。真经，你本来唔咩做农吧？唔咩，算红当困难呢。我省饭嘛。人生中的想法要改变啦。是，不过张从来的时间咧，想法又唔离偏呢。做妈妈一天手力还较大吼。较摆无料理下都无穷用的啦。较摆生日天天出门做事。哈？大做都出门去摘金针。生日要天天做哦，都搬啦，可唔到当做唔呢。哇！啊，你遐都生日拢太咧，拢太咧啊，无较人数无啦咧，无像较摆按做咧啦。啊！你安尼都人下来啊吼，咁佢落来你咪下茶，讲花啊，然后叫佢买台湾啲金针啊，冇按做诶，所以做电路啊样嘿，冇按做咧，冇按做，哦，咁摆清做。做农的个事业吼，他没落到诶，啊，所以讲两片山佢迄种转型个哈，你要时间嘛，你转型个你要用办去那个。都天气下，你点做迄改变的时节，开发的所在，你就本人下来看啦。人家看到都心动欢喜啊，都讲买地位东西转移啊，你做的做的都加减都买地位啊，佢有补贴就买地位，3初4初你都有成法啦，这样一路来都顺细。是，不是按用来讲的话。人家讲遐个金针花，迄母亲花的花，基本像母亲那样照顾。佢都像爱母亲一样。三春当年韩国来一天有辛苦，没有那样转感的时节。迄讲真经啊，有各位摆现在转你平地成法恶魔。冇像咯。我现第3档。真经哦。对啊，两成法是，做得过得挺平均的。你个下山行，老人做个饼啊，你做唔得的。面对贸易全球化对台湾农业的冲击，更加种下人口外流老化的困境，怎样去适应金针产业面对到的转型期？好好运用采地资源，创造的显示出产地特色。经过各种天灾和挑战的小农，希望透过也丰富的食材传送推广，希望某一份自信。坚持和对土地的珍惜，係冇辦法實現苦盡甘來嘅甜蜜。
就像嚟睇過兩公婆平凡嘅生活情形，撒係冇平凡嘅未來願景。接下來，叫下來嚟拜訪玉里鎮當國嘅愛藥專家范振海太哥。太哥安走，民族走，你好你好，欢迎你来。哇，有冇卡生给阿娘像三度烘地度的秘境一样哎？啊，了都阿公然后阿爸留下來嘅鹽，將了蔬菜當好，我都咁保留下來。范振海太哥在地客家人，佢同時有農業經濟內嘅背景，行家統計分析管理嘅專才。19年前轉向老爺愛做盤，用佢留下來嘅土地，行家看中愛藥產業嘅發展，開始專心來做山脈推廣，同時每做鐵做山手辦嘅班長，聽數其他農民處理太細事情咯。哇，這就是愛玉哦！冇錯，了都係愛藝術，畫出來背多兩片，好，擺多兩片了，了都係馬藝術誒，腳步鑽地啊，特別鑽入去，這怎麼鑽進去？有，哦，見阿毛，這有出來咧！你看了果膠出來咧，哇！冇錯，了都係愛藝術。我天哪，我第一擺看到誒！梗唔可以用吧，唔可以咬你，唔是講。誒，裡面生了東涌嘅飯酸咧，嘿，土飯酸咧。本來同你阿啲講嘅阿媽。哈？倆 Q 用啊！我不知道。你講啊，你係講嘅。喂，用乜嘢？嘿，因為我種嘅人係地你係講嘅，講嘅呢，地杯冇奧油，冇字，其實嚟傳法庭。這地杯冇奧油。嘿，冇，而家破開嚟看呢，地杯佢係法庭，韓國嘅盤嘅，你愛意小風盤嘅爛啲地杯，熟以後佢都會背出來。啊，等一下，你講佢等下會開發，它現在不是果子嗎？要在這個很多人你講雲花果，佢就叫無花果 Q 用。嘿，咁樣，佢爛啲啊當杯，對，熟以後叫出來，啊，你特別有花粉，佢要啲啊掃出來個，好背出來背多兩片，好背多兩片啲，你啊都會買書誒，佢不鑽啲啊特別鑽入去。這怎麼鑽進去？有，佢啊有個洞細嘅孔，佢要放喺啲啊鑽落去，鑽落去佢係收粉，佢都要熟嘅，啊熟以後你都有兩個人。做得寫愛意，那冇熟有冇？啊，啲地波要用刀破開嚟，破俾你看。收粉不完全都要沖涼呢。啊，佢都按你講嘅胖過，胖起嚟佢都要跌下來。胖起來。嘿，所以講，兩個我做得有果子嘅話，這個愛玉小蜂它是主要關鍵哦，哈。冇錯。愛玉公媽冇胸頭，外表當然看出來。行家愛玉細盆嘅係一種寄生盆，愛玉樹愛透過佢來傳粉過後，就會開花大枝，更有豐富嘅果膠。一度嘅細盆嘅入到地度，一當個嘅色就會一層，果子會上到一隻薄，本來冇辦法唔懊惱此年紀嘅奇妙。你看你啊，長有冇？很細細，師傅很強強。啊，師傅強強，也看得出來。你啊，很長得，啊，你長衝了長，望誒，然後佢命喺度啱啱，我係割下來看到啲。哦，你看，你為什麼會丟這個？基本能見得，那一講你山後嘅啊，你碰門出嚟就叫來設計啊，咬以後，我幾個人都不見照出來，佢哋都哦，所以呢，佢哋種忙熟哦，而冇人嚟摘哦，摘到時而都攰啊，本係人都攰死哦。保護機制。係冇錯，啊唔過，你愛食哦，又都係摘呢種嘅。哦。師傅頭咧變黃嘅。哦。啊，你看樣咧，面喺度硬硬。我摸摸看。係摸摸看，啊唔冇面到嫩哦，面到你個嫩，你當黏哦。真嘅呢。
像苏人同样诶，真嘅，嘿，好强哦！伊还像强力教用嘿，诶。叫我念到念数，像你种诶，哎，那个怎么开发诶？嘿，啊你种诶都会摸杂度，哦，开出来，你啊，迄都会记生物机制，爱熟咧。其他果胶滴了地保油嘛吼，湿湿啦、山后的、条的都是都要爆。不过加人呢，硬壳壳的，佢唔会消化，佢都天天加死啊！我佢条的肥到那搭的，佢都餓到那搭的去，佢都睇到那搭的去。唔会小班呢？嘿，加人嘛，啊，叫咩小巴是加果胶，加果胶都係人哋愛意。哦，嘿，唔过啊，我发现到吼，你看亚头尾的那个欧油酥啊，香用高。行家又香用离岸饭呢，这是不是有嘛个计算过的咧？唔错，因为了解澳药的台湾来讲，虽然有暗藏的历史有啲台湾，我个人人无攞去做好好的研究。你喺经过苗栗农改场15年的研究，17个法吼3米6啊，这么精准哦！系啊，佢哋喺藤本科植物，细细加佢半日照。所以你细细晒了一条，佢都睇唔起來。所以我哋要看噴水啊、雜電嘅，都太熱，佢變全日照。啊，其他啲山檔羽毛佢爬到樹檔每對嚟晒了一條，佢就會結裂個果。啊，啲平天呢，經過人嘅計算，佢喺果土方便雜，佢喺發土一條全日照晒到光合作用，所以佢嘅營養最好，啊，才效益會一定好。啲苗改創作嘅苗苗用太高，接就過來用理證，搞幾條用嘅種。上啲平地嘅愛藥，係講社會生盤嘅來傳粉，規則嘅就會崩塌，麻嘅咪接無熟就會跌下來。啲人就提醒就得看出有機環境嘅重要性。行家愛藥地度嘅花，有唔係一般傳開，果子連連沙沙熟嘅現象。故所當然愛去摘熟嘅果子，熟睇佢嘅皮對半切，本地度嘅鹽顯出來，用熱頭洗澡也係配澡來保存。咁你加清嘅時節有冇吼？你要清40克，一兩嘅葉，你要洗80倍。80皮嘅嘿，水，嘅水啊！嘿，洗澳油，鐵點要注意，呀，個無個做唔得有油。啊，第一點咧，你水有嘛吼，做唔得用了個過濾水，然後了個蒸餾水，因為佢底部沒有礦物質，啊，沒有礦物質是有嘛吼，佢了個愛意嘅果膠嘅酵素都唔會成型。哦，一定要有礦物質啊呢。嘿，冇錯，因為配澡誒，所以你根本佢濕，你當開始來，你開始咧。最神奇的來咯！來去按摩，一直按摩，哦，給按摩。這有出來咧！你看那果膠出來咧，哦，你看那果膠。哦，過了一半。來，我要試，我要試。粗半眼，好，來試看啦。按鈕。嘿，冇錯，佢初落研究摩擦，佢果膠怎麼出來？你看，哦，果膠出來咧，哦，弄下一些些啊，尖啊。嘿，呀，它地度呢已經開始甜呀，嘅愛油出來耶！嘿，冇錯。真的，好神奇哦！你看，按鈕留下來的時間，真的有一些像膨筒哎，它的那個狀態。啊，就出有了，地下大下了，會痛痛啊，會痛痛啊，本嚟較均勻。啊，你兩個動作都會停慢呢。哦，按鈕停慢呢。嘿，將來條你個說吼，會動腳，哦，將伊呢，哦。這麼高付時間啊？因為佢那磨是這裡磨，你看呀，一堆出來，佢都堅硬嘅。哦，可是我不就是要被夾起來嗎？誒，冇唔錯，唔過伊規底佢唔會夾向下。哦，唔會被太低啊。嘿，太低，所以你要來，哦，會被夾向下。這些小泡泡誒。嘿，將了洗下來，標差唔多30分鐘，都唔是添加油啊磨的，唔是佢都做得結凍嘅。了一點天然的，你講的果凍，唔是標本上，唔是，嘛唔是，像人家看，哦，開始有冇？真嘅，嘿，天天的佢都會啃凍起來。哇！因為我經過細嘅嘗試，故就整件嘅愛藥地度有細泡，唔過一下就會發鐵，行家受落最度嘅感覺，軟又 Q，
老市場賣嘅沙華凍嘅上車感覺冇共樣，所以一洗隻洗澡過後嘅人，就做得寫出濃香高高嘅鵝肉凍，個淋鮮大嘅檸檬水，老餅闊嘅食起來真嘅係透心涼哦！哇！大哥，你講我樣嘟啊，係係啊，因為變多較細啲，就會冇咁樣較動態啲。像我一下看到我樣嘅愛玉嘅顏色，就係最天然呢。係冇唔錯。真的，你看，加落嘅檸檬，落糖水，一點就要食下嘅。專門涼透心。真的。哇！哦。酸酸甜甜。香針豆。加呢透心涼。哦，像三年里咯，上可能我想辦煮好些，我想辦炸醬啊呢。哦，你那有做吹做9年27年。不說你當27歲了。全世界台灣唯一，將來我希望台灣變一個真正的愛玉島。哇！加呢透心涼。哦，你一點就要食下嘅，而且呢，做樓梯嘅時間佢完全一下就咕嚕咕嚕吞下去就冇得咧。嘿，唔是講要講到。真嘅，嘿，很真的哦。佢當 Q 如果當八，也是都提供啲係真嘅愛玉。人家講伊市場買到有冇吼？第八人批看米絲，一般都冇簡單，人家冇問家 TPM 米絲啊。人家批到有米絲，嗰都不對嘅。哦，真實嘅鵝油其實冇米絲嘅。過來呢，人家看到有出水嘛，真實嘅鵝油會出水。人家買咗你部卡有冇吼？不用3日，佢就差唔多會一半變水去嘅。真嘅係，哦。佢會轉水，真實鵝油會轉水。行家喺講你真嘅要去感受一下嘅口感法，你當中就像果凍一樣。因為啲係你是做餅適量嘅，所以你食較鹹較軟。啊，乃講將做菜，你就食較硬啲嘅。哎呦，這係拿來做菜哦。係冇唔錯啊，做得用炸咩做得，哦。你做那個涼拌沒做得，做得你煮湯沒做得。真的。鵝油係台灣天然嘅品種，行家鵝油凍是做得講係熱天清有代表性嘅食料品，黃黏黏又透光，上人落入檸檬水太好啉，天然嘅清涼感係本人難忘嘅熟悉美食。接下來，叫下來你看下誒，哎呦，我用嚟做得了呢次好食嘅菜呢。蘇梅姐，而家有講一個牛肚係看牛誒，哇！我一發現到，光是搣起來嘅那種感覺就冇共樣誒。老香硬啊！哦，真的。做幾擺攏無送咩？真的哦。係啊，我根本買到唔得啦吼，好啊，好幾擺攏有買送，根本總會送嘅，所以香硬得啊，好炸。真的。係啊。而且你看。這麼硬呢，然後一般食都會給愛玉食飲料嗰種檢查動作。我先粉粉呢，來。好，安尼咧哈，嘿，泡粉，安尼咧一滴一滴哈，一滴滴放落去。要數腳動腳呢？有一三摸到的機會都沒有。沒，有時候一三年古稀50度的哈，你摸下腳底位。要做下40度、50度的全部加菇哦。嘿，弄來去加菇啊。太誇張了啦！然後溫粉的溫厚的哦。可是呢，淑梅姐，大家落去泡是不是要很搶時間？唔是，你看啦，放落去，佢人買包起來，粉內都唔會跌嘅，粉內都唔會跌下，跌到波嘅都摸波，你嘛看。你看我哋一油溫，那唔得凍滾，你凍太火落去，一下都會白嘅，都會冇漿。那後尾放落去哈。好。咁你老闆太講用認識咧啊？基本上喺我哋家政班呢，同學。家政班呢？家政班你都講研究下對嘛？個愛玉嘅料理嘛。我媽唔係講我家政班除咗有13暗尾種愛玉，所以今日聽佢講啊，我都想3年裡咯，想可能我想辦煮好些，我想辦炸醬啊呢。好啊，就是4點人都起來呢。哎呀，安尼唔啲啊，安尼都。
搞你天衣风，炒的，该俩就好食了。哎，好天一食嘞。最要做嘛该？爱玉什锦菇，哇，冻干蛋，哦，真劲哦。哎，来，你来看哦，安尼通啊伊，好，古味先来通过哎，我了嘛。通过莫记要有出强鲜，但抢呀个古味就贵太盘的呀。迄家湿爱湿较好食诶。哎，真劲。我十分我讲，炒的，系冇？哎，一点的肉片、蒜头，边条，那种做吹做9年的呀。 27年。不说你当27岁了。俺做青人，俺家年轻都好的啦，俺都做阿婆的呢。真劲哦！油、蒜頭米啲鑊度比強過後，加添技術嘅粟米滋潤嘅雞皮湯，加下通過除脫炒香米嘅各種菇，啲倆時節將標落去炕下煨到熟。高度入切條嘅愛油攪勻，起鑊之前一豆嘅蔥嘅、辣椒嘅本色行較好看。一出充滿清新氣息嘅愛油濕金菇就好食咧，家家來啲食記咯。苏梅姐真劲懂厉害哦！嘿你看佢编出那个，哦哟，竟然做会编出来有又婆诶，做羹汤的，又有做的煲鸡汤、煮排骨汤。好厉害哟！果然是厨神。刚刚来看到剖的时间，其实我想讲，剖出来我不用用诶，结果我看起来很寒，很强用呢。对啊那我来煎在胡椒粉的。规上看起来呢，其实有一些像剖甜班呐，我觉得剖给那个鸡蛋豆腐的形状刚刚嘿，做冻浆啊，冻浆。我负责人嘛，都好些。哇哦，谁会爱油呢？而且呢，你会发现到那个虽然讲本身那个是浓度比较高，古种那个拿来时间它其实蛮 Q 弹的，但是加热过后呢，还蛮落去就塞得嘞。这个是什么酱料？五味酱。五味酱还没有你们吃， 20块啦。吃这款呐。嘿，没懂真的，而且呢，我觉得葱酱配俩脆脆啊，吃它的奇巧这样子。主要是其实一个膳食纤维，懂？所以你食起来以后有冇买米稀。所以你给会炸起来，炸起来就7块啦，10块啦，沾椒盐，买个米头，沾五味酱米头都冇用咯。冇错。好，杀下来呢，你看那个盘呢，就第一件去做咸菜的。主要是爱大家爱意哈。有。加点咩醋落去就好食啦。基本上伊无米汤的关系呢，古说伊煮到人皮汤，还甲香菇嘅米汤都呀 ，QQ 的口感，真正当做猪肉，啊，不过呢又比猪肉，较脆一些嘞，嘿，它切子，较脆一些嘞，所以其实你呢，就天然的东西，所以你们不是买个调味，像你跟给汤，我们浓缩之后，就加点菇类下去煮，阿姨来就细细冰落就冻好食嘞，容易干嘛食嘞咯，因为它软软的东西。对，肉你干脆咯，而且营养又都要低度。是讲，你有用的东西，迄咩做来各方面的料理，无单枪是做了个你甜的添，迄咩做的做菜啊，对你的食材方面，就有一个帮助。对，我讲这个要观众朋友要知道讲，诺贝买了一个爱玉，迄冇办法用做的，因为诺贝可能甲牛土冇共用的吧，对不对？冇唔错。一切都唔是上過，無論係掙扎下來，也係洗澡嘅愛油，撒咗地用來做各種嘅湯。洗澡寡鹽嘅合適老地嘅藥材，生火燉出一種養生好食嘅雞湯。掙扎下來嘅做地撈排骨，炕下來煨，愛油本身嘅清新甜香自然嘅溶液，唔是公用嘅調味，就係一碗清爽香甜嘅幸福湯品。到拜来到玉米呀，倒边就发现到好多宝，挖不完的宝。第二拜呢，就看下人很的翻泰国饮食呀，倒边竟然有暗好嘅愛油，原來係你台灣特產。冇唔錯。那你一開始做嘛，敢會種啊？因為後生出去攞去打拼，退休的轉來到你的個家鄉，阿公阿爸留下來的個園呢，幫家人呢打風吼，金剛當打爽。想講將呢個台灣有乜個農業好好來發展。種澳油一定要種有機，而家冇有機種唔起來。有機種出來東西，希望呢推廣俾你百姓大家有食到真實的安全的一個食品。
爱意呢，全世界台湾有听，只要可以你的台湾，你都全都有台湾的骄傲，黑蒙错，台湾的宝。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个爱玉安尼东西啊，所以我甲接触刚刚嘛要强啊，想讲万一没有办法呈现出来，对我自己的压力嘛动态，啊，就想讲这个能帮他推广也不错，因为这种东西是对身体好，而且这个都有机的，而且几都中度按头真的是不简单呢。以后如果有机会把它推广出去，成为我们餐厅的招牌也不错啊。真的。所以有没有人会想讲，7块呐？啊，你想讲7块呐，能不能说做成功试试看啊啦？你看苏梅姐，你们发表哪个专业吧？不说穷下来推广啊呢？不会像范大哥，我看你啊，中度按头啊，哪个梦想一天动态，唔单枪用听你对不对？嘿，做一个台湾人，心肝都动态，希望了欧阳呢，伫台湾做成功以后，都抢了你了个奇异果。你要讲到奇异果，都想到纽西兰。将来呢，两个爱意呢，想到讲到爱意，都会想到台湾，嘿，冇错，两个东西，全世界台湾唯一。将来我希望台湾变一个真正的爱意岛。哇，两个梦想唔单将做到动态，而且做到呢动有爱到了到位的。你讲哦，推表一种故事，最爱台湾都系爱有哦，只有台湾有。可是呢，做爱有呢，韩家系爱台湾哦。每一个参与的人都会有尽一份心力，因为外国人来吧就提讲，哇，你就做得讲呀故事不一样诶。头摆对爱药嘅印象，就单单係日常軟嫩清涼嘅感覺。行家頭擺對認識書中都摘愛藥嘅字，親身寫出天然嘅愛藥凍嘅過程，真正係冇辦法講嘅豐富歡喜。就算愛藥啲生活度按接看到，10-20年底台灣愛藥係生長啲兩道行嘅人生中。而遵守野生、老人工種出之間看唔到嘅自然界限，本其微妙嘅生態鏈做得延續下去。范大哥老宋秘籍總係有希望做得為物界嘅共同想法，推廣報道嘅好東西，行家真見去做，留好嘅古老家產傳下去。拜訪台灣後山一道位嘅。大陣都有黏黏嘅驚喜老書味，一聽我從也暗空間嘅土地，創造得種出最讚調嘅色彩，每創造得表達出在地鄉親嘅生活態度，老人生者好。就像兩個台灣長有嘅愛藥，一聽我遵照野生老人工種出嘅自然法則，長有辦法寫出也發流有良心嘅愛藥，行家現在有嘅競爭啊！一天喺啲插口山當個，每年我甜餅睇手裏嘅難忘記憶。我記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下週好面試，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日春雨水講人間，江浙調重現。春風過去長命道，後面愛靠谷雨天。日下小馬唔下線，夢中淚雨風思念。西瓜青甜，望你望太初不念，苦漸漸。日秋處暑甜幾年，年年人團圓。日冬收歇10半夜，四季輪迴又一年。